再来看地方的新闻哦，台中市一间合法的补习班负责人，家立委林国庆登前讲，伫咧今年3月，伊发现有别人徛伊补习班的名义对外招生，伫咧地下室违法收钱上课。补习班的负责人伫咧发现了后，随停课退钱，嘛向教育局来申请暂停营业。也毋过，这教育局煞无甲受理，佮讲伊无回应限期解释来诬告停招处分。结果，互即个违法的业者是继续来开班上课，教育局讲会过来派人去稽查。组织不法招生，保障合法的业者。合法设立的台中家群美有补习班负责人找立委另外金定情，因讲因补习班开伫咧这栋大楼，总共有4层，只敢若1楼甲3楼是合法的教室，主头家住伫咧2楼。去年年中就发现有毋是因补习班的学生出入入，到今年愈来愈多，有家长甲因讲看到网络顶伫咧招生。我们没有张贴这样子的公开宣传广告。所以我们就去问了房东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有一个自称我们补习班的林老师，在我们那栋楼的地下室上课。黄小姐讲，补习班互人冒名招生，负责人3家赶紧停课退钱，几路便向教育局申请暂停营业，不过教育局无受理停业的申请。3家到7月去地下室稽查几路遍，拢讲查无到营业。伫7月21无恢复限期改善违规，有过停招6个月处分，袂输敢若是行政追杀，违规的也搁伫咧收钱上课。我拍了4天。就近30位小朋友在这里，直到上个礼拜5，这件事还在持续。台中市教育局讲，业者依法提诉犯，可能毋是无故停业，已经撤销停招的处分。不过，建筑物依然有使用权益的问题，要来做说明。后续还是希望说，设计人尽速把这个问题理清。那后续教育局也会来协助设计人来停业申请。教育局讲，业者伫咧记者会所讲的无名业者伫咧地下室违规招收幼儿，会继续派人去稽查。不过，合法立案的补习班业者讲，规个过程教育局明显失职，行政态度已经向政风处甲监察院定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